4、3、2，2020慢走不送。2021我们来了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祝福台湾，祝福全世界，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事事顺心。12月30号那天，刚好是我们跟媒体的尾牙餐叙，大约在晚上6点多接到一通电话。等一下8点钟，新竹、桃园跟基隆，他们要同时宣布停办所有的跨年活动。马上我就告诉了现场的观传局局长，还有通报了市长。晴天霹雳，然后一直到7点50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世界快毁灭了。我第一个怀疑是说，是不是有社区感染？黄珊珊去问陈时中，然后我们卫生局的去问疾病管制署嘛。我们要先确定台湾有没有社区感染的最新证据。亲自去询问陈时中，想请问有没有新的资讯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是说他所掌握的没有。他认为说那5个原则，就大型活动啊、实名制啊、管制人流啊这些相关的作业做好的话，他是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晚上8点钟的时候，大家来问市长，到底台北市要不要继续来举办跨年晚会？所以撑到明天早上10点就知道跨年晚会。全世界都打电话来说，教科批不要办啊，干嘛要办啊？这个这么危险，你不办是最简单的，办得好又不会有人跟你拍手，那办得不好你们就完蛋了哈，就全国都在看你们的笑话。各方的讯息涌来，都在要求台北市一定要停办。在进城会之前，你有几成的把握会办？一半一半。有查出来是因果变种，即使是这样，这个也都到医院去隔离了，甚至连一例本土不明确诊案例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改为线上？从众嘛，大家都不办，最没事。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市府防疫会议就已经有决定，有3种状况，都还没有到状况1，怎么一下跳到状况2？这些新的状况，其实都是在控制范围。我也是跟市长讲要不要办政治的问题不在我的评论考虑之中了。我只是说用专业上来讲，我认为是可以办。从科学跟我们掌握的疫情状况是没有这个风险，所以市长更笃定了。吃饭聊天你的那感染危险度远大于在一个空旷的广场，每个人都戴口罩了。所以如果我那个跨年晚会要停掉，我整个台北市的商圈、夜市跟市场要先停掉，餐厅要先停掉，那没道理嘛。他接的电话不会比我少，我想说他是不是还要办？然后他就开始讲说晚上要怎么样的时候，比较可爱的是刘玉婷就说：“市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你还要办吧？”当天早上市长继续说要办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鼓舞那种鼓舞是，对啦，就是要办啊。他必须要非常快的决断，这个事情是，你就会看到那个强大的意志力。今天晚上的跨年晚会还是会举办，做最适当的准备，但是也不要被这个不理智的恐惧打败。既然决定要办，还是要做安全的控管嘛。所以我们是谁在里面，我们10年制都知道。另外，我们特别去跟中央拿那个居家检疫人的那些资讯嘛。所以事实上他只要靠近那个650公尺，就人家就马上就送简讯说，你已经到了好像不该到的地方，再等5分钟他还没有反应，电话就去了说，你这个该走了，动线规划好。那我们还有纠察队，还有那个挂那个 QR code 的。如果我要做这个分区分流中央管制的话，那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切割？因此，我们大概在当天晚上到了12点1点吧，同仁还非常非常辛苦的在针对我们市府前广场的场域做一些区域的划分。从那边进去，那进去之后就分10个，你自己挑人少的地方进去。公务的这边会有人排队排，没有，那边要控制，这边会先控，这边就会先控，要让他们都进。对，不会说全部塞在一起，不会。那你这个要扣账，你要怎么扣账？就把它移开来啊，然后再加。全民在这里狂欢的时候，你突然唱反调，跟人家不一样，有这样的领袖吗？我进来之后就直接往那边走了，在地图上就是右边那一区。
所有各县市全部都停办了，他就想要逆风高飞嘛。这边的人一进来，这边一到这边就把它关起来，这外面的就是算在第8区这一边。这样的一个做法完全是政治考虑。你现在走的是紧急通道，这是紧急通道，所以工读生、警察都在这边来回巡逻。你竟然没有邀卫生局长，你没有尊重他们的医疗专业，你完全用政治来考量这件事。就是我们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望诸位将士尽力而为。大家说不办最安全，可是我觉得这样啦，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当时里面有3个是医生嘛，我还有这个卫生局黄世杰局长，还有徐大成嘛。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纯粹用科学的防疫的，我们过去防疫的经验来做决策。最后黄局长也说，就专业上来讲，没有任何新的社区感染的证据，所以应该要办。外科医生从来不冒险，外科医生不可能没准备好就去开刀的。外科医生是确定所有的状况才会下刀。相信众人的智慧超越个人的智慧，相信部下，相信专业，这是文化那个大数据中心嘛，我们全部那网站全部都架起来，所以大数据中心在看，同样的警方也在看，所以我们是有完整的准备才敢这样。2020年，我们以全世界跑了1整年的马拉松。其实从这一次疫情一开始，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务实，包括要不要停什么场馆啊，还有运动中心。其实台北市一直都是用科学证据在说话。台北也经历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从未迟疑，以稳定的步伐与正确的方向，努力捍卫台湾这片土地。在这里，我要深深地向这一座城市的人民说一声谢谢。谢谢过去1年以来大家对这一座城市的支持，与我们一起面对挑战，共同守护台北，守住了台湾。百感交集，会觉得说，撑过去了。这一刻是台北值得骄傲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第二个，我碰到很多的民众跟我们说谢谢。我说问你们为什么要说谢谢？他说其实他们都认为台北应该正常的生活，台北市政府让台北正常生活成为事实。这个恐惧应该是政府要带着民众一起去克服的，这一点我都觉得这辈子大概都会记得这一天吧。我们还是要让理性、务实、科学，你知道，变成台湾政治的主流了。新常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干扰这个社会的运作但是有需要的时候该停就停了所以让我们在心理上能够做这种适应，我们才有办法让整个国家比较正常的运作。那如果我们都用不理智的恐惧，那你每天在家里打坐，保证不会感染嘛。但是这个台湾要垮掉，所以你看看2020年台湾经济还可以维持正成长，一个很大的理由是我们虽然有疫情，国民你看该戴口罩就戴口罩，该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们也给整个那种人民的社会运作最少的干扰。我们还蛮值得骄傲且光荣的是，我们就是一起走过了这1年。台北市政府非常非常的小心在面对每一天。目前的 team 是效率跟意志力还有魄力集中在一起，我们其实是非常有自信的、很稳健的在带领这个城市往前走。理性的思考然后做机动的调整。疫情要过去还要到8月嘛，我们已经成功1年了，还要再撑半年。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